这是你所看到的天空，其实就是现实世界的倒影，而这些坠下的流星，正是来自人间的意念。有一些是濒死之际不愿放弃生命的执念，他们会化成生灵，就如你我一样；而有些人对此生无望，甘愿堕入轮回。他们离开前残存的善念或者恶意，会包裹在原石里，散落到空的各个角落。善念变成白驹，恶意变成煞气。当然还有一个例外。停，这么好的光景都快被你整成科普小课堂了。借着此情此景，我只想告诉一个人，无论我们是为何来到这里，但我相信这都是上天的安排，让我们有一次选择重生的机会。披荆斩棘重返现实固然是一种选择，但重启人生的路从来不止一条。留在此处重新开始，也不失为一种勇气。他说的好好啊。那你是想留在这里了吗？不，我还是要回去。